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铁昨合计出问题，经过透明抢修，早起恢复正常通车。高铁公司表示，讲是本地的控制电源模组出问题。润泰集团的总裁、董总的创办人温彦良，透早4点外白色，食到76岁。高总量14岁，今仔发表从年后头一张公开会。高总是警告讲 ，AI 若无好好监管，会发假信息，增加冲突，甚至引起战争。来看高铁学生因为号机出问题，改做1点钟发3班车，有真侪民众拢受到影响。经过透明抢修，早起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了。高铁公司初步判断讲，这届是因为本地控制的电源模组出问题。交通部嘛表示讲，已经有保留各种的设备，会甲原厂来厘清原因。坐高铁的民众出入入，经过点心档也量停落来。高铁拜一伫咧苗栗路段号机出问题，照标准的作业停驶车道爱降速，嘛致使车帮慢分，影响到真侪人。收班以后，经过透明抢修，拜一透早已经恢复正常通车。高铁嘛伫全线各车站传点心甲水向民众陪礼。民众表示，看到高铁抢修好势，就安心照常出门。他一早就公布他们高铁已经正常发车了，所以我就照原定的时间。昨天确实等很久，昨天等了快50分钟。整个开会时间延误1个多小时啊，因为从没多久就一直停这样，应该不会再发生了吧？高铁公司发新闻稿表示，这届号机工匠初步判断是本地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出问题，这是自2024年开始在换的新系统，目前是占全线8成外，计划打算在今年底完成。这届是完成了后，头届出问题。交通部表示，目前已经有保留各种的设备，高铁嘛进一步甲设备原厂甲第三方来厘清原因。收班以后1点半开始就进行查修，换修完以后在3点半左右就全部测试已经没问题了，所以早上它是正常来出班，这个没有问题。我想这个高铁后续会把这次故障的那些零件把它保存，然后去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高铁公司也表示，拜一各车次车帮拢照时刻表正常发车。针对这届的事件，马向受到影响的民众回息的，表示会积极来维护载运的品质。记者卢尚祖、郑准由台北报道。来看台北严总证实讲，润泰集团的总裁、董总的创办人温彦良，透早4点外白色，食到76岁。伊打造跨建筑、金融、保险等领域的事业版图，嘛导入真侪公益教育事业来培训人才哦。伊伫2012年成立董总教育基金会，创办亚洲诺贝尔奖的董总，鼓励顶尖的学者。伊的一生是真精彩，对台湾社会是有真大的贡献，所以各界拢真不甘。光头的造型是真侪人对润泰集团的总裁温彦良上深的印象。台北营总2日透早4点21分证实温彦良过身，亲人陪伴伫伊的身躯边，伊享受76岁。家属回应讲，会照温彦良在生意愿，简单办理后事，毋设灵堂，毋办公祭，也袂收花考、晚年甲背包。来看过去，温彦良也捌伫真侪站重大事件徛伫第一线，亲像2014年顶新毒油的风暴，伊担任食安革新委员会的临时召集人。捐给政府有关的部门做食安的专用，不要再成立什么基金会了。总裁，你会觉得很委屈吗？接下这个职务，然后成为重视。我没有委屈。会觉得被消费吗？我也没有觉得被消费。温彦良1970年代对一个行歹路的少年仔浪子回头。予文书讲话，转去读册。1989年继承家业，接管润泰，成功甲传统的纺织业转型。伊做规半世人的生意，毋但伫2012年宣布捐出95%的财产，创办董总，搁伫国际科学研究的领域有发挥。2021年，搁正做营建业领域头一位得到奖的工研院院士。唐奖的意思呢，是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它的意义是这样子。那设定这4个奖项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补诺贝尔奖项的不足。企业的团基金会理事何国界真唔甘，蓝衫人士发表声明，感念温彦良长期以来是对社会提偌济，就回报偌济信念。
展现无咧轻分商业利益的态度。另外，温彦良把关21亿来起台北营总的医护宿舍，院长陈为民伫受访的电话当中是后更甜，无法度讲话，伊用文字回应来表示温彦良是北营的大温情人，希望营总的后辈永远会记得伊的身影。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年底后特别选举咯，海巡署甲国防部等单位是跨部会演训，来模拟竞选的时拄到恐怖攻击反恐的应变。另外，解放军暂时又搁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国军是公布 F-16战机，搁海军昆明南监控解放军军机搁军舰的画面。国防部嘛强调讲，拢有掌握，卖来兼顾军事安全，公布相关的信息。两只突击艇做伙掠头渡船，年底大选就要到啊！海巡署联合国防部等的单位做跨部会演训，进行模拟激进分子伫咧竞选大会的集会期间发动恐怖攻击，事后按算要对台北港附近偷渡出境，演练反恐紧急的应变能力。另外，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嘛无停困，考验国军的防卫能力。空军 F-16战机监控解放军运油二站，海军昆明南是监控中国的银川南。解放军伫咧25下晡佮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国军一天就侦测到29座的解放军的军机，7只中国军舰，1只公务船。自路线来看，解放军好亲像想要甲台湾本岛的4颗链长拢总甲包起来。联合战备警巡执行完毕，那我们都可以掌握它相关的动态，持续运用我们的勤监侦手段去掌握它的这个活动，兼顾到军事安全还有国人的这个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去公布相关的讯息。国防部强调会密切来监控解放军的动态，来做上适当的应对。另外，国军嘛拍拼咧做全民国防。5月30日伫台北市国家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来举办高中机队的决赛。4到6月21日活动的单位，也佫会展出中科院研发制作的近旁一型无人机，包含展示国军现役的监侦型无人机，以及中科院自行研制的劲风1型无人机。另外，我们也邀请民间全民国防教育协会设置了生存游戏的体验摊位。国军今年嘛继续举办暑期的战斗营，这届佫加入实弹射击、无人机操作，也佫有实兵模拟接战等等。透过实训、实做、实况体验，互学生的全民国防意识会当定金生团。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之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无人机的预算互汰掉。民进党立委郑嘉彬等人提案，要来推动5党5500个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望讲立专法，带动咱国内中小企业来加入国防供应链。立专法打造护国新神山。陆战会当中，无人机变作是战场的关键武器。不一个最近立法院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当中，无人机预算去互汰减。民进党立委张嘉彬等人即马就提案，希望会当推动5年5500亿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讲希望透过立专法来带动国内中小企业加入国防供应链。我们立法委员不能为增加预算之决议，所以呢，我们这个条例当中的第4条，我们是保留有给行政院提出期程跟金额的空间，5年5500亿，应该是行政院在目前的财务调度上可负担的额度，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赶紧的来创建我们无人产业。我是赞成推一个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但不是特别条例，不要动不动特别预算嘛。我们砍掉了4700，一下148膨胀到5000，会不会很离谱啊？因那在野党立委就积极讲是咧甲特别预算滥善用，张嘉彬就强调，目的是要伫上短时间内整合相关的法规配套，也佮有政策的优态，konkr列特定预算来采买，指引供应链需要的动能。无人机在政府的推动之下呢，整个产值呢，从2024年的50亿呢，已经大幅成长到129亿，成长幅度达到2倍，甚至在今年1到4月啊，整个出口值已经达到46亿的规模。台湾产业在半导体 AI 发展得很好，那在无人机这个产业部分，事实上可以带动台湾的所谓的传统产业，特别是像机械业，开辟另外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国防部战规司嘛表达真欢喜看到安尼，指出强化无人载具的产业，对提升国防自主、产生非防供应链是真有帮助。煞尾会依照中央政策的方向配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提出国民年金修法的版本规划讲要甲国民年金保底基本数调悬到5000块，卖交立法院审议。主计长昨时表示讲，上紧7月初一实施哦。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今仔嘛强调讲，只要立法院伫这会期通过，7月初一实施应该是无问题。总统赖清德顶日去家己市的时阵讲，要互发到家内事的人，逐个月通领5000块。第一时间，方这个条件无讲互清楚，敢是要发津贴咧？啊，若卫福部驳回，这是已经送去甲立法院要来审议的国民年金法的修法草案，要互满65岁会当领国民年金的人，一个月上少的钱，自今嘛4000过49块，起到5000块。就是一般大家的这个通念会认为说，那么家庭主妇呢，就是没有其他的职业保险，好，那因为没有其他的职业保险呢，就会落入到我们的国民年金的保险对象。7月1号上路应该是没有问题。还是要视立法院的这个立法的进度了。赵宗良讲，目前政府总共有8大的社会福利津贴，关系弱势6项津贴要来起23%，会当用行政命令来处理。不离个老农津贴提悬到1万，也有国民年金基本数调悬到5000，这拢爱修法，修法了后才会使发。调业的立委今有共识，有5万伫咧7月初1。就上路，因为台湾经济上的一个发展，我们有足够的一个财源，可以来对这些人更好的一个照顾的话，我相信这个都无可厚非啦。当然，它有涉及到一些条件，有一些门槛啊，在党我们来预测，应该还不至于。他除了嘴巴骂一骂以外啊，他甚至于还会再加码。若要调国民年金，赖总统进前嘛提出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一个人每个月新台票5000块，因为要因应小资女化的问题，国民党立委认为这配套不够，嘛建议爱提悬社会主体当中分育厝的比例。少年人唔敢生有2个原因嘛，第一，我惊饲袂起嘛；第二就是安那。我要买厝嘛，我即马一个配套是安那？你讲社会住宅内底分育宅爱有20%啦，是。我伫台南市我是甲提高到40%啦。在野党提的时候叫做没钱、破坏财政纪律，叫做排挤长照健保。那总统提的时候就说有能力负担。国家的财政是在转好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有能力来支应。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把一大笔钱只放在一个项目。那并不能解决问题。你放再多的钱，不是也一样吗？没有，我们是把所有的钱放在所有整套的过程当中。安尼国民党团要提出0到15岁每一个月5000块的相关政策，所以这支政府即马敢是咧挂丢啊买的。啊，若是财源的部分，行政院进前强调，这个钱唔是一届付的，会有配套措施来减轻负担。根据了解，执政团队伫这礼拜就会提出完整的方案，希望政策会使伫咧明年上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食到塞车的事故是愈来愈多，警方嘛展开大执法，昨日头一日就抓到100件的食毒塞车。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表示讲要提案修法，食毒塞车弄死人，上当会当来判死刑。法务部早嘛表示讲会修法来提悬刑责，驾驶门槛卖加严，卖扩大未受犯罪的车辆，会加强掠岛对源头来减少食毒塞车。拄徛落来，这个骑机车随家己弄架写伫涂骹。你要去哪里？没有，你再乱动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哦。伊拉新北市中和的这个车号，这个机车涉嫌食毒驾驶。赶快是食毒驾驶，前一暗夜有驾驶无爱受临检选去，伫辅仁大学头前，互警察绕咧走，而且伊阁互查出有7条通缉。面对食毒驾驶的乱象，警方展开全国查缉专案，敢若2、5头一天就掠到100个食毒驾驶的嫌犯。毒驾致死。最重也只是有期徒刑，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送出修正提案，撞死人最高判处死刑，要你负起应有的刑责。来看即马法规，食毒驾驶害人死去，若毋是累犯，上当是判10年。不过即马国民党的立委表态要提案修法，要甲食毒驾驶害死人的罪犯判较重咧。无论是毋是累犯，上当会当判死刑，也扩大处罚的范围。驾驶别人的车辆，刑责加重1/2，共且乘客也有刑责，自毁防处罚。在过去刑法的规范种类里头呢，可能有很多新时代的毒品，其实是没有办法涵括在内的。那未来修法绝对不要产生挂一漏万的现象。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
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面对食毒驾驶的问题，行政院长邓英泰是回应，已经请相关的部会研究，在刑法平衡性的原则之下，一定会提高刑罚。法务部也在建议扩大没收车辆的规定，无论车辆的所有人是虾米人，拢爱没收，也要修正驾驶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彰化市伫顶礼拜六发生2件食毒赛车的车祸，嘛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重伤哦。彰化警方23开始全面大执法，目前嘛已经抓到13件食毒赛车。警方嘛伫彰化河尾查到毒品的分装场，嘛对源头来抓药头。检警为厝内超出一罐拢是制作送死混蛋的毒品原料。中华警方顶日查到一个毒品分装场，竟然就藏伫咧出租套房内底，现场超出1级毒品海洛因、2级毒品安非他命加依托米酯。在彰化市三中街一处这个出租套房内起获这个苏酰，然后并在套房内然后起获相关的长时间弹成品20余颗，然后本案依这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依法侦办。彰化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发生3件重大食毒赛车的车祸事故，拢总造成4人死亡，8人轻重伤。彰化警方23开始全面大执法，目前已经查到13件食毒赛车案件。彰化地检署嘛和警方联手严格查办食毒制毒的违法行为。好，那在这2天的专案勤务实施当中到今天为止，总共查获的13件的毒驾案件，我想我们一定会继续来实施。在起诉之后，还有法院审理的阶段呢，我想检察官这边也会看个案的具体状况，来向法院请求这个具体求刑，那请求从重量刑。检警表示，目前毒品危害上严重的也是以2级毒品依托米酯为主，食依托米酯可能会伫10多分钟内意识到开始无清楚，发生惹事的行为。检警会继续加强处理食毒赛车，加追查毒品来源，建立毒品防治的安全网。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警察嘛扩大处理食毒赛车，李港分局是连续2天查到3件食毒赛车，警方伫盐埔甲九如是找到有轿车甲奥多拜有藏毒品。伫屏东内部嘛有民众食安非他命骑车轰炸落来，警方嘛表示讲会伫重点甲高风险的时段来加强巡逻。我熄火，我熄火，熄火！你先熄火。落车。你落车。你落车。2名警察要求驾驶落车，一个背枪，一个摕番茄最封闭。25早起，屏东高手警方扩大临检，发现红色轿车顶管3人，敢若有食毒，遂要求驾驶路边停车。路尾伫车顶敲到依托米酯毒品1.27公克含食毒的工具，3人初步检验拢有毒品反应。45年厝姓王的查甫人，阁有骨条条罪通缉，全部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支援我一下。来卖单啦！伊是暗时九如警方执行勤务时，发现姓杨的查甫人骑汽车无开大灯，甲走落来发现依托米酯分弹3粒含尖头11支。李港分局连续2天大处理，就抓到3件食毒赛车的案件。警方呼吁依托米酯现已列为2级毒品持有施用均会面临严重刑责，亦会降低驾驶人专注力、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易造成交通事故。另外，25暗时，内埔分局2名警察巡逻时，看到一台奥多麦冲红灯，警方要求驾驶检查，查甫人无愿意配合，煞对身躯顶落一包白色的物件。警方甲抓起来做检验，发现有毒品反应。白色的物件就是安非他命。最后将这名查甫人依照毒品罪、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因为那个人在有想要逃，然后2个脚就把他拉住，应该以为平常打被物件。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取发毒驾外，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内埔分局表示，自20时加强处理开始，目前已经抓到10件毒驾，会搁针对重点路段和高风险时段规划路检巡逻，防止毒驾事件发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台股今仔一开盘就去400点，突破44000点，佮创新高哦。也毋过盘中就开始了，收盘是落119点，以43525点收盘。
因为今仔美股休困哦，也毋过台指期夜盘是去519点，今仔台股一开盘就大起，台积电、台达电顶宽达股是拢起，指数嘛起453点哦，起破44000点，也毋过盘中卖压出现 AI 概念股开始了，盘中的震动是真大。彭博社的报道嘛指出讲，到5月25，咱台股的总市值已经到4兆9500亿美金咯，嘛已经超过印度，正做是全球第5大的股市。再来看，昨下晡哦，台南市一个富人人提纸箱啊要去回收车来回收，也毋过哦，清洁人员所发现讲纸箱内底有枪甲枪支，随去报案。警方暂时认为讲，这应该是生存游戏的佚佗枪，也毋过有2粒枪支是有改过的。警方嘛会调监视器，要来对查这富人人到案说明。穿粉红的衬衫的富人人，双手抱一个纸箱，料想未到，竟然装一支枪和枪支。25下晡5点外，这个50岁的富人人，在北区河尾路5段摕纸箱交互主人回收车，外头等来甲清过完，老实讲内底有装枪，队员半信半疑拍开看，有影内底有一支长枪甲2粒枪支。因为回收车迄时已经离开现场，队员各路安全问题，因随转去清洁队兼报警。惊着啊！对啊，阮回收车就开走啊嘛。我来不及反应啊，4个弹夹、BB 弹、充气的那个瓦斯罐吗？应该是。跟手套啊。我当清洁队长13年，我第一次说，同仁在线上收到枪的这个情形呢。那第一个时候，是真，因为他做的真的很像。警方说那是 BB 枪，我心里就稍微就安心一点了，不然觉得太恐怖了。第3分局甲监视小组接到通报，嘛赶去现场调查。经过监视人员检查，这支看起来哪像是国军 T91的长枪，枪支的部分其实是塑胶做的，确定应该是算生存游戏咧用。不过，同一个纸箱内底放2粒枪支，表面拢无任何号码，因研判可能是枪支改造。目前已经依法律查扣，嘛会送去刑事警察局做鉴定。另有2颗疑似改造子弹，已依法查扣送验。并持续调阅监视器，追查交付纸盒户人的身份。这站纸箱内底装枪和枪支的案，让清洁队心惊惊。警方目前正在调4颗链灯的电杆，要查这个富人人的身份，来了解真正的来源。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雄哦，一个74岁查甫人无满意伫泌尿科诊所做的手术的效果，过去法院也毋过说告诉，伊去家去诊所牵鸡卵，也毋过落尾是家己去警察局自首。另外，伫南马溪有一个查甫人哦，带查某囝去看中医，讲想要抽管，也毋过医师是讲哦，无法度来保证，这个爸爸说伫诊所大细声哦，所以诊所嘛请警察来处理。怎么了？警方25暗时8点多来到高雄南马溪这间中医诊所，因为诊所报案讲，这个姓杨的查甫人伫咧诊所嚷甲大细声，警方先甲查甫人请出来外口按打证词。查甫人讲，伊带查某囝来看诊，要摕中药才变悬的。不过医师说无法度保证药的效果，互伊愈讲愈生气。医生看伊讲袂出车，只好报警处理。不要看增高，我们能不能长高，我们自己知道。对先生，我跟你讲，那不能这样。冷静一点，冷静。你现在就恐吓我什么？我没有恐吓你，先生。你现在如果继续情绪失控，我们要对你实施保护管束。男子疑似不满与诊所人员沟通不顺，在诊所内部咆哮，引起其他民众关注。员警到场时，杨男情绪激动，为维护其安全，暂予保护管束。因为姓杨的查甫人无法度控制情绪，警方可能无效，落尾是先甲人带回派出所实施保护管束。另外，伫咧新京区一间泌尿科诊所，嘛因为医疗纠纷，互牵鸡卵。警方表示，牵鸡卵的是74岁姓地查甫人，因为不满182年去诊所做手术效果无好，伊去法院提告要甲手术归讨回来，落尾互判败诉。查甫人愈想愈气，22甲25这2天拢走去诊所牵鸡卵，落尾家己走去派出所自首，受害诊所嘛提出告诉。全案调查后，依强制、恐吓、公然侮辱等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若是民众行为有妨害医疗业务的证件，也是恐吓医师人员，拢有可能犯着医疗法。呼吁民众有任何纠纷，拢爱好好沟通，用正常的管道去解决，唔通因为一时的冲动，落尾所爱见法院。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
来看台中的雾峰有一间华丽钢铁厂，附近的民众指控讲是农地违建，3档外前市政府已经要求停工了，也毋过到单是过会开。民众嘛批评市政府放水，业者是讲因当的找土地。台中市政府嘛强调讲，这间工厂嘛已经向连续处罚177万了。20多年来受我们隔壁铁工厂的噪音干扰，然后我这中间跟市政府的各单位陈情，然后他们完全就是用制式化的公文回复我。那到这个阶段，等于市政府都用罚款来替代执法，那对我们受害的民众真的一点帮助都没有。我希望市府就是真的依法执政，就是不要选择性的办案，因为这个对我们受害人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民众有被报条抗议这间位于台中雾峰的华丽钢铁厂，虽然2022年10月台中市政府已经要求停工，也毋过嘛是个继续的营运。民众是不管讲这气工厂制造真大的噪音幕，检举定情拢无路用，批评市政府是真无能。市政府是讲嘛已经连续处罚工厂177万了，嘛要求讲噪音的问题得要限期改善。业者即马是表示讲，已经准备要清厂，8月底就会搬厝了。再来看，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创立的公园2000论坛基金会，今年是头摆来到亚洲，要伫台北来举办。今年会来针对民主的论性、AI 假信息等议题来做讨论。外交部嘛望讲会当透过这论坛来强化咱台湾甲澳洲中小型民主国家的合作，嘛会当对于全球民主发展来做出贡献。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became most essential. 这是前总统蔡英文伫2024年到捷克出席公园2000论坛演说，拜自公园2000论坛基金会公布2016年民主合作论坛的内容，嘛头一摆甲论坛为澳洲刷到亚洲，5月支持伫台北举办。会选择伫台北，是因为国际局势变化、甲区域安全升温，嘛希望深化咱台湾甲澳洲民主的合作。But overall, we can see a great, let's say, redesig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affecting, for example, Europe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gion. So, for all those reasons, it's I think very topical and very timely to do a conference on these issues here in Taipei. 啊，那外交部表示，面对国际局势变化，中小型民主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威权的挑战。啊，那台湾加做中小型民主国家之一，伫科技甲经济表现出色。不过同时嘛，因为伫台湾政治的热点、安全问题，唔但影响到台湾，嘛牵连到国际局势。这样的活动到台湾来，也更加的彰显，不只是台湾，也包括欧洲的中小型国家，也能够互相尤其是民主国家能够互相的团结，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公园2000论坛基金会是1996年捷克前总统夏威夷创立，是全球重要的民主对话平台。长期伫布拉格举办年度的论坛，主办单位讲，这摆论坛主要会讨论民主人性、AI 假信息、甲威权扩张等等议题，希望深化民主的发展。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回答的这篇中黄玲芬最近人是伫台湾，伊伫昨暗接受访问的时，嘛讲到电的问题。伊是认为讲咱台湾的制造业成长了真紧嘛需要愈侪电。伊嘛强调讲，若无能源，经济就无法度成长。所以未来针对台北树林科技园区 AI 产业的发展即马台电嘛已经伫附近来规划文林变电所。目前台北市政府嘛在处理土地等问题。行政院长邓英泰佮经济部长金明钦嘛强调讲，伫2032年进前是无欠电的问题。Taiwan's manufacturing growth is so strong, and the demand for Taiwan's chips, computers, and also Taiwan needs to build AI data centers, and so Taiwan needs more energy. Thank you. Okay, without energy, there can be no economic growth.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第3天，受访问时阵回应台湾能源议题，强调台湾制造能力真强大，毋过若是无能源，就无法度实现经济成长，也有算力需求真悬的时代。台湾的能源基础设施刚准备好势，更受到关注。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
面。稳定供电的议题，因为北市区4颗位啊已经有的变电所设备容量已经挖近要把定啊。台电表示，为了应用未来 AI 产业入来，已经规划起新的文林变电所来当长期的需求。目前已经有足侪摆协调会议，当来请台北市府确认土地提供的问题。如果文林变电所完工，会当提供18万千瓦。第期是用临时变电所来应对，不只个针对产业用电是毋是有够额，是毋是会当搁提升整体供电量呢？中央嘛挂保证用电无问题。今年大概就有4部的机组要并联，一部机组大概130万千瓦，大概就是一个核电厂的一号机。台电也一再的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0、32年前，这个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行政院长杜永泰主动讲到核三厂停放的进度，目前已经进入核安会，针对台电送的自主安全检查，还阁有再运转计划，拢正在进行实际的审核阶段。佮强调电力的问题，政府有多方面进行，也拿台湾对全世界产业拢有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国务卿鲁比奥去印度访问4日了，要来修补美国甲印度的关系。昨日是甲太太去泰姬玛哈林顶风景区哦，伊这撮态度嘛放较软哦，这嘛显示讲川普需要印度支持的战略目标。罗比奥伫印度的第3天行程，行文化外交风格，带伊的某第2条参观泰姬玛哈陵、甲粉红城市在喷尼，规条路得到媒体甲网络社群的大量报道，特别点出因亲民的个性，有意思要化解两国的外交紧张。因为美国战争对印度加起个关税，最近川普佮访问北京，佮伫伊朗战争的和谈过程中，外靠印度的死对头巴基斯坦做共亲，拢增加印度对美国的疑虑。不过美国佮需要印度伫亚洲战略布局上牵制中国，罗比奥这撮任务就是稳定甲印度的关系。Part of my visit here is also to reinforce how important this relationship is, how exciting it is, and how many opportunities we have to do things together. Rubio has made all the right moves. He said all the right things, but substantively, I think the jury is still out in terms of how the relationship will move forward. Let's see how this unfolds in terms of how the U.S. now seeks to shape its polic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because there's been the outreach to China, there's been the warming relationship with Pakistan. 过去美国大陆要求印度减少买罗西亚的石油，不过伊朗战争引起全球能源危机。罗比奥这撮拜会总理目的甲外长苏吉生，嘛希望对印度销更较侪能源产品，帮助印度能源的供应多样化。另外嘛强调贸易、国防甲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罗比奥认为两国的战略态度是一致的，而且对达成更较大的贸易协议表示乐观。罗比奥第4天日内行程会参加甲美国、澳洲、日本、印度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希望为四国领袖高峰会拍落基础。重点会包括印太安全、海上航行自由、半导体、关键矿产供应链、甲人工智慧合作等等的议题。那中国政府是批评四方安全对话是针对中国，压制中国再起。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天主教的教宗良14世暂时发表上任头一张公开批，计共是有43000多字哦。教宗呼吁各国应该针对 AI 人工智慧来做严格监管。教宗嘛警告讲 ，AI 若无好好管理，会发假信息，增加冲突，造成战争。SPIC 人工智慧的创办人欧拉嘛伫教宗的发表会指出讲 ，AI 发展哦应该着爱加入宗教的领袖、政府佮公民社会外部的监督。教宗良14世25日梵蒂冈发表上任以来头一份通知，重点放伫咧 AI 人工智慧造成的问题。教宗讲 ，AI 影响力无输当年的工业革命 ，AI 侵入产业也有生活，甚至用伫咧武器顶悬，发展出新形态的战争。教宗甚至将 AI 比拼做核武，主张爱解除 AI 的武装，嘛呼吁各国应该爱严格管理 AI 的开发。Aware that every great technical power can affect people's lives, and so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dequate moral discernment and public control. Nuclear disarmament remains a service to peac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In a similar sen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w demands to be disarmed, freed from logics that turn it into an instrument of domination, exclusion, and death. 24世伫2025年5月上任了后，就开始计划要写这封合作《伟大人类》的通知。美国的科技大公司 Anthropic 的共同创办人奥拉就受邀来参加。伊感谢教宗看到 AI 技术造成的问题，嘛坦白讲，面对开发一个营业压力的科技业，确实需要有一寡道德的声音来限制。We need informed critics who will tell the labs when we are failing. We need moral voices that the incentives cannot bend. Today is just the beginning, the start of a lo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ose of us who are building this and those who can see what we, from the inside, cannot. 24世伫15签这份通知，离工业革命期间发表新书的23世，拄好是咱135档。新书启用看作是现代天主教社会思想的基础。24世嘛强调，追求经济利润，无应该成做 AI 取代人力的借口。人类有责任引导 AI 走向有人文关怀的未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今仔早起检调去搜查宜兰县政府消防局的灾害抢救科约谈科员，调查一件采购弊案，有5个人向约谈要来理清案情。调查人员甲宜兰县消防局抢救科的科员带转去约谈，疑似和采购弊案有关系。检调日落透早8点，大动作搜查消防局和涉案人员的徛家。检调人员甲相关的资料查回去，根据了解，目前检调带5个人约谈，预计下晡会复讯。向内的敲诈行动，互消防局的人心惊惊。也若日落透早，县府定期的举办干部会议，消防局长请假无出席，是副局长来代理。不过请假理由是因为有其他会议。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还在了解当中，还不是清楚。消防局表示，目前还无清楚状况，目前搁在了解当中。也若检调调查的对象，除了相关的办理人员，是毋是有更较悬的斩击，嘛，互真侪人咧关心。我可能还要再了解一下，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个资讯。代理县长林茂胜嘛表示，相关的案情要搁等待进一步厘清。宜兰县最近备案是一直团，县府社会处约用人员月初，这因为涉嫌乌洗去用收押，县山乡长张义华嘛因为涉嫌乌钱去用羁押。即马县府消防局马上搜查，互地方议论纷纷。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咱国内阁会当用喷饲猪的路尾一档咯，嘛规定讲饲猪户的车都爱装 GPS， 才会当来载喷。也毋过伫新北市动保处最近伫金山查到有一台载喷的车，停伫饲猪场有真侪工拢无得驶哦。稽查嘛发现讲，即间饲猪场是用其他的车在载喷，已经开出一张20万的罚单。猪条内吹喷的设备当来称白烟，伫新北市金山这间饲猪户有装监视系统，喷车嘛有装 GPS， 合法用喷饲猪。不过新北市动保处所发觉有装 GPS 的喷车，竟然一段时间拢无出车，决定要来稽查。那我们发现说，这个今天那个1个礼拜将近10来天，奇怪，这个车辆怎么都没有启动？它是使用没有经过核准且没有装设 GPS 的车辆来载运厨余，我们依法会裁罚20万元的罚款。新北市有49个装监视系统的饲喷猪条，69只 GPS 通过试验的车辆，不过是安怎无场主人甲合法的车等下唔用？无场主人是法院案讲，车歹去才会临时叫其他的车来载喷。他不知道这个严重性，如果有任何的没办法使用的情势或怎么样的话，其实应该立即跟我们主管机关来通报，我们会协助他来做分期付款。加在经过15天的移动管制了，金山的猪条是无验出异常，甲一个破口走落来。若目前全台通过 GPS 试验的喷车，差不多有381只，有违规的，敢若个位数。今年的1月到4月，进行了稽查，总共有7件的违规，那其中有2件是这个运送的车辆 GPS 异常。今年是用喷饲猪的转型期，饲猪户爱装监视系统、监视吹喷的设备，载喷的车嘛，就装 GPS。到今年年底最后这7个月过了，过来这243间用喷饲猪的饲猪户，就要行入历史。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有民众反映讲，台东火车头的环境真乱，伫火车头内底的景观水池是真臭，车头外口都摆拢个四界乱停。民众嘛伫网络顶头批评讲，车头甲县政府那村拢无好好的管理，影响到观光。 台东火车头出口的景观水池，即几工互民众发现水池的水黄抽焦，伫咧落雨霾含死鱼互日头拍甲有够臭。毋过为虾米水池会打气？车头无相关的公告，有民众认为这影响游客到台东的第一印象，而且无先甲鱼好起来，就甲水抽焦，造成鱼类大量死亡，更较不利推动生态观光的产物。巡查场站的时候有发现这个水质有这个异味，那我们近期会来做一个。 放水之后，那我们顺便把这个水池的淤泥也顺便做一个清理。维护管理要导入生态的概念，然后也要把它纳入合约，然后对它的清洁管理人员有进行环境教育。 伫车头外口嘛，民众发现影响观光的机关，规排机车沿进站路线插车，毋过其实路边是袂当插车。有游客认为有看到县府当咧进行三个区迄个汽机车停车坪改建，虽然陆续开放改建好的停车坪，毋过有可能是因为动线资讯无清楚，民众一时贪方便就凊彩黑白插。寻找的方面是还蛮好找的，但是就是有点乱停的现象。现场在西区的施工围篱上，请厂商再多加一些告示，然后引导民众。 机车的停车资讯，因为台东车头和周边环境是台东县的大门面，毋过分属代替甲县府管理，民众认为两个单位应该密切合作，相关的工程资讯应该互民众充分了解，避免留下无好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县政府为着要鼓励生囝推出好运卡，补助妈妈一抓250块的客停车费用哦。也毋过最近是有妈妈反映讲，明明跳表是250块，用好运卡要付钱哦，司机说讲着爱300块，爱搁加付50块，互伊感觉真正是莫名其妙。南投县政府嘛表示讲，会来要求客停车车队来进行调查。 这个有心人因翁把手机摕出来翕相，坐计程车去到病院产检，金价跳表显示250块，不过司机煞用手把车钱改做300块，要求乘客爱纳剩的50块。你还阁补50对啦？系啊，你还阁补50啦？嘿，税金50啦？啊，毋过你头仔跳250来嘛，你阿无？我嘛是孕妇，我嘛是哇。 生囝了就侪钱。民众对这个运奖要收的金额比实际跳表更较济，最后以好运卡来路卡结销就落车。这对翁仔某就发文表示无法度接受，甲南投县府定情。也那这个运奖就反驳表示，迄当阵出发进前，特别因为油价起起甲负责人讨论计销，毋过最后又是配合跳表，煞尾嘛无加收钱。我甲讲。 金额250了，250，但是川普轰炸一两之后就变300了，因为有批给嘛。双方面同意都没问题，双方面假不同意的话，那计程车司机他失去他的一个专业职责。为着甲有心人交通负担减轻，南投县府推行南投好运卡，只要线顶申请成功。 每一个有心人拢会当摕到5000块的点数补助，坐一抓上悬会当扣250块，都希望会当甲有心人外出产检的经济甲交通负担减轻。南投县府嘛表示，已经介入了解，会监督合作的车队，依照合约来进行处理。车队已经有表示说会再进一步的调查，如果说查明属实的话，这位司机可能会面临停权或是在接受再教育。县府强调，未来开早会要求车队加强内部司机的教育甲服务品质，若是有查到黑白收钱，不排除会解除合约。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市的顶仔卡敢袂当停奥多麦咧？因为有真侪民众红开单后是拢真怨叹。县政府是拍算讲要有条件来试办开放顶仔卡停奥多麦，目前是搁在评估，嘛按算讲年底进前会来提出规划。 这是花莲的市区中山路甲公正街口，几百个路边机车停车格强要客满，所以伫顶仔卡也拢是机车。这领下顶仔卡甚至有人伫内底骑脚踏车，敢要开放顶仔卡，互人停机车，民众的看法是无共款。
有影互行，无咧路太细咧。只要不要挡到那个，我们 OK 啊，因为越多人请，那我们生意就会越好。花莲市停车的空间无够，致使民众甲机车停伫顶仔卡，防开大的事件，伫去年就1200外件，引起民众不满。道议员要求县府爱参考其他县市，设条件试办开放顶仔卡停慢车。不过根据县府的调查，机车停车格并不是尽摆就客满，所以个爱评估。过去几年我们有将一些汽车格改划设为机车格。那当然，我们还会去调查实际上的使用状况是如何，会不会说7楼都停满，可是路边的机车格却没有停满。县府表示，伫中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了后，地方政府确实会使家己评估开放顶仔卡停车。不过，敢是所有的顶仔卡拢会当开放，也是引起关注。外围它可能骑楼很多是住家，那如果骑摩托车，可能会不会有隐私被打扰的问题？好，但是市中心因为大家做生意嘛，很可能就是消费者方便。县府建设处强调，这个计划佫需要甲各乡镇市的公所、警方、各道路主管机关来协调，评估停车的需求甲量，按算今年年底完成规划了后，才佫对外公告。记者综合报道。逐当的4月到5月是班机花大开的季节，班机花世界杯所以有民众会对这款花过敏所以医师就提醒民众，若有过敏的症头最近出门就爱挂喙罨。白色的班机花世界杯就亲像落雪同款，虽然看起来真水，不过也造成一寡困扰。新德地区当年4月到5月班机花开的时阵，唔但影响用路人的安全，甚至佫会引起严重过敏。就是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过敏，然后一直打喷嚏，尤其大概是每年的5月中。然后这个时间就特别严重，很麻烦。医生就提醒民众，这段时间出门尽量拢爱挂喙罨，若无班机花所引起的过敏，上严重会像黑菇同款。芥末油花絮的吸入之后呢，就可以诱发我们一些过敏体质的一些的急性反应，就会产生一些流鼻水啊，甚至鼻塞的症状，甚至有一些下呼吸道会突然的像气喘发作急促的那个气喘声音出现。后续将持续加强巡检，并于果实成熟季节前提早规划作业，以降低棉絮飘散、过敏及环境清洁的问题。市府指出，最近会派人处理这的班机花，除了进行清除作业，也会加强巡查，会探班机树的轨迹到分进程，提早规划清除，来降低后续班机花所产生的问题。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台小民甲便利超商合作的作学计划，今年嘛已经办第15档了。台小民是针对捌参加过这个计划的青少年来调查，有超过1半的学员讲已经有未来的方向，也毋过是有将近70%的人讲，因的身躯边拢无人会当参详讨论。自国小开始接触有氧舞蹈，大地的文静甲但拢无放弃。那么为着减轻厝里的负担，伊逐礼拜就爱做3工30点钟。伫个日方教育助学计划支持之下，顺利参加114年全国有氧体操银标赛。我在半工半读，那他可以就是帮我负担一些就是经济上的压力，那我可以比较专心在训练上面。参加全国性的比赛，看到外口的世界，互伊更较有自信。文静甲队友设下目标，要来挑战日本铃木世界杯的选拔。若高伊的小安，因为经济负担，也阁有厝里的人无支持，互伊强无法度读册。加在体育成绩正出调的伊，进入技职高中，会当加入校队，读电子科的伊，申请助学计划，想要考相关的证照。一边练一边要读书，有些考学科要背题库啊，读起来就有点累。下个月也要去跟着球队到日本去比赛，就是去交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台小民捌对参加计划青少年做抽样的调查，有51%是受访的学员讲已经确定未来梦想甲方向，毋过有9%个人坦白讲厝里的经济或者是现实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这是摆所有压力的头名。若未来人生懵懵渺渺要甲谁讨论，甲 AI 讨论的有高达45%，比甲厝里讨论的人的39%，
更较侪。今天还有一个科技可以使用，还有 AI 的情况之下，或许这个部分当中就成为青少年当中比较评估的指标或工具这样。戴孝明讲，高达69%的人找无人通讨论或者是问意见，显示青少年伫咧现实的环境的实体支持系统严重无够。网络甲社群正做新兴的人生顾问，显示所谓科技甲社群大大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认同甲人生选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全球的极端高温已经出现了，欧洲是受到强烈高压的影响，包括英国、法国在内有真侪国家，这5月温度就创历史新高。其中伦敦的温度将是33.5度，也是英国8月当来5月上热的纪录。日头赤炎炎，民众伫咧游水池浸水，也是伫咧河岭过船啊。原底应该是凉凉的5月天，英国煞真罕见，高温创纪录。25迄天，伦敦希斯罗机场测到摄氏33度半的高温，打破1922年以来摄氏32度8的纪录，变作是英国有史以来上热的5月。面对高温，真侪游客敢若会当直直灌水，也是食冰来降温。It's tough, like we're struggling. Yeah. Like, so we're having ice cream, loads of water, and hiding in the shed. Yeah. Just hiding completely. It is so hot. We're so not used to this in Ireland either. 若是英国这波欧洲的高温，也互法国巴黎亲像火炉同款，来自欧洲大陆的高气压变做亲像一个顶挂，甲小气嵌伫特定区域，无法度散去。巴黎超过33度，同款创法国5月高温的纪录。真侪巴黎市民甲游客，敢若会当避伫公园的树院。针对气候变迁带来极端天气，民众也真欢乐。Ouais, je pense qu'on est déjà assez, enfin, on est très sensibilisés à ça et nous, ça nous inquiète surtout au mois de mai d'avoir des grosses chaleurs comme ça. C'est assez flippant pour la suite parce que là on se dit on n'est même pas à l'été, même pas au mois de juin donc. 法国国家气象局表示，5月气温打破历史的纪录，国内真侪地区拢已经超过30度，预计会继续1礼拜的时间。镜头来到印度，北方邦的气温超过摄氏45度，原底为着要迎接伊斯兰教再生节的精神，竟然也挡袂牢，开始发烧、脱水甲走白，主人赶紧把羊仔送去到病院做大肠来保伊的性命。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台湾这几天的日头嘛，赤炎炎哦。伫嘉义市有一个民众将爬山爬到一半哦，向规身躯软高高。消防人员赶来救人，加在人是个清醒，也毋过血压是无正常，嘛先验血糖甲心电图，赶紧甲人派落山去送病院。消防局嘛提醒讲，热人哦，都爱特别注意热伤害。消防人员当来了解民众身体的状况。发现民众身躯软烧烧，血压嘛无正常，赶紧进行心电图的检测救护。嘉义市25日是10点左右的时阵，发现民众伫步道进行人袂爽快的意外，消防人员赶紧到现场来救援。跟受害民众接洽之后，确认他的生命真相，相关生命真相。他现场他的意识是清醒的，量测体温是36.8，然后他主诉有头晕及胸闷的情形，澳门有加验血糖及 EKG。25日发生意外时，嘉义市的温度差不多32度。民众可能是因为上热，人才会袂爽快。气象署讲，这2天中南部也是会出现36到38度的高温。一寡民众就表示，日时出门爱准备一寡物件，才会当减少热到的状况。而且天气上热，嘛影响到食物件的感觉。那出门的话，必备的就是帽子、太阳眼镜，还有可以的话防晒涂一下，不然的话真的是受不了。这2天的天气真的是有够热，已经感觉到夏天的温度来了。这2天都热到。没有什么食欲，太热了。嘉义市消防局嘛提醒，天气上热，但要进行户外运动，民众要评估家己身体的状况，适当补充水分，穿较过风的衫，身躯抹风曝露以外，嘛尽量莫经日头上猛的时间出门，减少热伤害对身体带来的危害。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气象署是表示讲，受到高压的影响，拜一到拜四哦，日头拢正炎，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嘛可能会有灰小风，一直到拜5，后面通过台湾可能会落雨，天气哦才会较凉快。俗言讲，麒麟拍草木大，这几天的日头赤炎炎。气象署表示，拜二北部地区、花东、中国甲中南部部分的所在，可能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也有可能会出现火烧风。气象署提醒民众要注意风拍、加啉茶，避免着山。在
在北台湾地区容易来到38，中南部地区有35、36，甚至在东半部地区也都是有32到34度的高温。我们看到紫色的部分，就我们刚刚提到，在包含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境内陆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这些地方，都来到37度以上高温出现的情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温度的情形了。天气热，真侪过路人也线杂日。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礼拜一到拜四拢会出大日头。若拜五开始，会有风面向南边移动，通过台湾，各地落尽雨的几率会提悬。拜六礼拜北部落雨的情形会缓和，不过南部地区，尤其是山区，要特别注意西北雨。我们预估锋面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影响比较明显的时候是在北台湾，北台湾可能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甚至伴随一些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形。锋面南下的过程，虽然它的结构会相对减弱，不过锋面带附近依旧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包含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在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另外，气象署也表示，26早起8点，伫台湾东南边的海面上有形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增强做今年的第6号风台。虽然伊离台湾阁有一段路程，不过礼拜甲后礼拜一，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都有可能会出现大雨，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郭佑基、谢桂玲台北报道。下半部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8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